Hello，大家好，朱春道。澳博尋日就宣布用17億5千萬收購四太梁安琪持有嘅凱旋門酒店，但就放棄收購16浦，即係話16浦明年起就只能夠做返酒店餐飲㗎啦。正所謂冇賭場嘅酒店就冇靈魂嘅。消息一出影響都有啲大嘅，反映咗喺個股價上面經營16浦嘅實德環球。今朝一開始股價即刻就插咗落去最低創一個月新低得5仙7嘅啫。中午收市都插咗4%㗎，報6仙7。16浦其實由澳博持股51%，實德環球持有49%嘅股權。實德環球早排都承認16浦佢哋嘅賭場結束營運之後，預期聯營公司貢獻嘅業績將會錄得大幅減少。而實德環球將會繼續經營旅遊相關業務同物業投資業務，並繼續投資喺16浦嘅項目繼續酒店同埋餐飲嘅業務。不過做酒店同餐飲好辛苦之餘賺嘅利潤非常之少微利嘅啫。所以佢哋日後嘅盈利應該都會大幅減少㗎啦。咁第日有咩出路呢？可能真係要諗諗啦。因為喺澳門搞賭場同地產就最賺錢，而家地產就唔多掂。賭場就冇得搞啦，仲可以搞啲乜嘢呢？之前又傳有啲衛星場話唔做之後可能會搞翻啲娛樂事業啦，例如卡拉 OK、夜總會、桑拿之類，唔知得唔得啦？但應該總好過淨係齋做酒店同餐飲嘅。雖然16浦索菲特酒店好多人中意住經常好爆㗎，通常都係入住率90%以上。但始終齋做酒店收入都係有限嘅。仲有一樣嘢啲網民都比較關心，就係喂你16浦冇咗酒店之後，澳博喺內港嘅活化有冇影響因為澳博打算喺16號碼頭南側，即係14號碼頭嘅位置大家睇到呢笪地清空咗，會用嚟興建一棟商業樓宇同廣場，同埋將澳門皇宮即係拆船拖翻嚟擺喺出面嗰度。有啲網友就話會唔會用個澳門皇宮拆船嚟做賭場應該唔會嘅。之前冇記錯講過話拖翻手拆船過嚟呢度攞嚟做博彩業嘅博物館之類嘅，就唔係攞嚟做賭場。活化之後有餐飲有購物有娛樂設施，但就獨欠賭場，咁個人流可能就會相對少好多啦除非你活化出嚟嘅項目好有吸引力啦，啲人唔嚟唔得，即係好似大三巴、官也街咁樣嚟澳門必到嘅。否則預計嗰個人流可能都會相對少啲冇有賭場嗰時候咁厲害。不過仲有幾年先活化出嚟到時就會知道龍與鳳。不過呢幾年嘅話，內港一帶嘅商戶可能就會比較難捱一啲咯。相對嘅人流肯定比有賭場嗰時候少咗好多啦。尤其係對面10月初5街一帶嗰啲商戶要努力吸客先得啦。好，呢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